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乌日区的真爱花园饭店呢，哦，来这个超级巨星秀哦，来这边寻找小珍姐姐。哇，现场好热闹！来，小珍姐姐刚刚已经表演完了哈，我们去找她，来给她采访一下。小珍姐姐在哪里呢？哎，小珍姐姐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你刚刚表演很精彩呢。谢谢。嘿嘿嘿，哦，给我们做素颜哈。哎，小姐姐，请问一下哈，那你平时都在哪里表演呢？平常都是在那个公益表演，还有那个一般庙会的晚宴，然后还有一些歌友会。然后希望说大家听到我的声音，如果一些厂商有尾牙需要表演的话，记得找小珍姐姐一条跟女王哦。哦，可以留言哦。哦，赞哦。啊，请问一下，小姐姐，这摆要过年啊吼，围路要传什么菜？我出来在盖一家。哦。就是出来在想盖一家的菜，就是小泡菜。哦，安尼啊，对，真正赞。哎，请问一下，听讲你用做少年嘛哦，这嘛几个孙哈？三个孙哦，伫倒位？三孙伫倒，来哦！哇，真正咱这少年嘛吼，嘿，搁一个走去边仔去啊，哇，嘿，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跟可爱的孙一起跟我们的粉丝哦来说句结尾。到了，祝大家马年行大运，幸福满满，好，小珍姐姐，听你那4秒，救命！那4秒记得哦。哦，赞。